第5章里程碑。5.1 8步容易學，集體來創作。鄭柏禮。717嘅成功有一個關鍵，天龍八部。天龍八部易學又易教，來自何方？我哋最初運用坊間方法，滿口英文代號，真係難學難記，喐下要花5小時以上，鬼都怕啦，何況要教識盲人？後來 Jennifer 張一言驚醒，佢老公話可以用數字來表述喎。Paul Sir 就返屋企思考用數字代替英文字母嘅方法，終於諗到第一版，就粗粗地用住先。後來長龍建議將第6步同時應用喺第2步，就可省略小黃花，而做到2-5對位，省卻10分鐘，好嘢。再之後 Channel Sir 諗到將第8步應用喺白四角，只要連續做2019就避開咗幾條方程式，同時又節省15分鐘，真厲害。然之後 Jason Lau 遍尋良方，建議用2條方程式做第4步，避開扭咗盤嘅麻煩，可節省15分鐘，冇得頂。天龍八部就係用呢啲方法，你一言我一語，大家都主動貢獻方法嚟不斷進化，經 Paul Sir 總結而成。之後各位繼續俾意見，繼續進化，用最少方程式，發展至今已係 7.0 版本。曾經有人叫我哋用一啲比較深奧嘅方法，可以加快扭嘅速度，俾我哋拒絕，因為易明易學先係我哋嘅宗旨，尤其面對盲人，越簡單越好。我哋而家好有把握，2個小時內一定學識。多謝各位高人指點，多謝。5.2 相見齊追夢，成長靠互動。鄭柏禮。盤古初開，大會已經知道唔能夠單靠智力去培訓幾百人，所以已經萌生咗一個要培養出一批種子教練嘅念頭。尤其係如果培訓失明人士做種子教練，就更有說服力，令人真正相信成件事行得通，而唔係隨口噏當秘笈。2019年7月27號，我哋膽粗粗唔收租，就開咗第一班扭計式教學。我哋招收咗4位失明人士同埋1位贊助人一齊學習，包括 Channel Sir、William、卓雄同埋子賢，並號稱3個鐘內可以完成。當時我哋正在追夢，盲舂舂向前衝，但係其實我哋有3個不足。第一，我哋信心不足，因為未教過失明人士。第二，我哋能力不足，因為仲未有天龍八部咁就手嘅方法。第三，我哋經驗不足，因為真係未試過推向社會，未知社會人士是否受落。喺呢一班完成後，我哋就掃除咗呢3不足嘅疑慮。雖然4個鐘都未能教完，仲要安排2個禮拜之後嘅補課，但係我哋證明咗失明人士有足夠嘅學習能力，去掌握呢個睇落去好難玩嘅小玩意。而且我哋聽到幾位失明人士都一致話好玩，值得推廣。我哋信心亦提升，所以呢一班係我哋嘅里程碑，將我哋嘅理想變成現實，將一個離地嘅諗法變成貼地嘅做法，帶動成個活動正式進入實踐階段，值得鼓掌。
5.3 土炮照上馬，盲扭冇花架。汪正嫻。喺5年前，Paul Sir 要用扭計骰成為訓練工具，要求導修圈學員學習扭計骰。有一晚，Paul Sir 念念有詞話：我都想學喎。我心諗，雖然佢盲咗，只要佢想，係要俾佢試，一旦成功，咁佢就好快企翻起身。我第一個反應係得嘅，一定得嘅，整粒摸得到嘅扭計骰咪得咯。我手羅可以製作盲扭骰嘅物料，包括米、紅豆、三扭、Lego、貼紙等等，製作咗第一代盲扭骰。膠水乾咗，仲未試扭，米同紅豆已經甩咗啦。當時 Paul Sir 有建議用刀雕刻圖案落去，但係冇工具，所以都只能夠用貼嘅方法。接落嚟瘋狂嘅3日，由辣雞到膠水，到手感唔同形狀膠珠到貼紙，樣樣都試下，效果不斷改進，終於捉到條路。第2、3、4、5、6、7代嘅盲扭骰就出世咗，同時亦都成就咗一位製造土炮盲扭骰專家，十足係愛迪生 No.2。哈哈，得咗，都話得噶啦！一個堅固又經得起考驗嘅土炮盲扭骰，終於交到 Paul Sir 手上。Paul Sir 回應：老婆好嘢！之後 Paul Sir 日扭夜扭，瞓下覺嘅 Paul Sir 會突然彈起身話：諗到有一個步驟可以簡化啲，要即刻試下先。之後久久未睡，食下飯又會入定，繼續虛擬扭計骰，行坐瞓都係攬住粒扭計骰，為嘅係研究同埋優化天龍八部，以便教人盲扭。而家 Paul Sir 明白一個道理：成功男人背後有個女人，而 Paul Sir 背後都有個肯黐膠水嘅女人。5.4 演練大起底，集體齊諗計。劉敏。俗語話：計劃趕不上變化。原定喺2020年2月20號嘅創世界紀錄大事件，目標日因疫情延遲至6月20號，但係疫情未有好轉，嗰一日只能夠成為一個演練日。620演練成為對我哋嘅考驗，亦都讓我哋對日後流程有更深入了解嘅機會。從每一個流程同埋細節都需要精心構思同策劃。我哋努力思考點樣改進，揾出可能嘅漏洞。更重要嘅係，呢個亦都成為參加者嘅一次實地彩排。由於每個環節都必須符合驗證機構嘅嚴格要求，譬如場地佈置、義工接待流程、視障人士支援、活動規則設定同埋活動主持，在都係對大會組織能力嘅考驗。尤其是如何扭亂扭計骰嘅安排，令我哋費煞思量。感激今次嘅演練，令我哋有更多團體開始提供支援。演練結束當日，主持俾我哋針對流程技巧上嘅反饋。好色同盟嘅精英們教會咗我哋點樣喺流程設計上可以更加緊湊、更加專業。義工團東哥更加係各方面提供支援俾大會，令我哋前中後都可以有強大嘅後盾。仲有提供場地嘅 Club One， 疫情如此困難都可以有個場地俾我哋沉浸式體驗。今次演練之後，更加知道空間資源上嘅所需。好彩有620演練日呢個里程碑，實在為日後奠定咗實戰基礎。5.5 相同理念下，佛可支持也。鄭柏禮。喺我哋最困難嘅時候，參與人數不升反跌，成為咗一大憂慮。幸運嘅係，大澳嘅一間中學
成為咗及時雨，幫我哋淋熄咗心中一團焦急之火。大澳佛可中學嘅校長運福龍先生係我哋籌委會其中一員嘅好友。當佢得知呢次活動之後，發現大會嘅目的同學校嘅教育理念吻合，都係提倡困難係想象出嚟嘅，就毫不猶豫全力支持。當時校長保證，如果參加人數仍然唔夠，佢可以安排大量嘅師生參與。喺校長嘅全力支持下，我哋嘅憂慮瞬間消失，可以放心做培訓同埋陪伴工作。之後籌委就拉隊入大嶼山教老師們扭計骰，而校長本人都親自壓陣，拼命學習盲扭，並且做咗一次實地演練，令參加者取得盲扭資格。最終學校派出50名師生參與呢次盛事。好感謝運校長對我哋嘅信心，喺未知成效之前，讓大會將佢哋當做白老鼠，實在勇氣可嘉。呢次活動展示咗團結、合作同埋堅持嘅力量。正所謂得道多助，讓我哋喺逆境中扭出新視野，為未來開創無限可能。喺呢度向所有參與者表達最誠摯嘅感謝。5.6 培訓分秒爭，義工齊奮身。鄭柏禮。從一開始就知道教與學係活動成功嘅要素，不過教嘅成分竟然大成咁，令我哋到最後嘅20日基本上係教到傻，咁就估唔到啦。由於驗證機構嘅要求，令籌委會唔能夠兼做工作人員，所以我哋要訓練另一批管理人員去接手所有行政工作，真係始料不及。喺20日之內，我哋舉辦咗8次彩排，要令到參加者有能力、有信心去盲扭成功，呢個係一個里程碑。另外，我哋仲要培訓超過100位義工，令佢哋合資格成為督導員同埋各種崗位嘅人才。同時開咗6次培訓活動，邀請100名義工親身出現嚟接受培訓，而佢哋認真練習又肯調假光臨，實在難得。7月初曾經因為打風而出現延誤，我哋就將上晝嘅培訓改為下晝，而義工們竟然可以立即應承同埋全數出席，係活動順利嘅一個主要因素。喺7月16號，驗證官召集義工們喺機場博覽開咗一次大會，鄭重重申各人嘅責任同埋工作。好多謝各位義工都參與細心聆聽，犧牲自己個人時間嚟成全大家。事後義工領袖東哥向我哋表示，佢哋幫過唔少團體做義工，如果數訓練強度之大，一定係今次呢個活動。多謝各位。